二新竹新妇年度的故事，海陆向下传奇占日润。我家公后生时，老新妇陈凤英做创业，该陈凤英抬杠抬重，非常有钱。像前度嘅创业呢做事，全部嘅投价对俩到创业呢冇結好，上局有錢人說，情況俩到創業呢唔係，俩到創業呢有時冇頭頭，冇頭路啊。无下日春大勢，愛說愛死，全靠老人做創業，做廠工來還盤蝕，度人無染下，頭腦不得不帶三寸，看人家面色出盤，俩到人心肝當不足，相空相貼。就像來滅殺投價出事，不過這時的就想唔出有乜嘅好辦法來，有年陳鳳英係新婦，係好愛入新婦時太強人，講愛連強3日，有3個創業呢。想兩擺機會來咧，就像我聯合起來滅殺投價，滅殺本地個麼？我家公係其中之一，兩到創業呢，日時頭愛做事，就先度暗部時頭變鬼變怪來錄音，全部太強日。該日是爆炸，大家6日全都甜到過夢，網絡民眾就哭死水，日搞到天光，大概不讓人都發覺到自家讓為水到體內下年來，連3萬步都係安樣。大家唔知係壓好，也係小好，是了呀，不讓人老盼望減少，小好病落迷路都病，天光日好用，忙地到天光咧，看到滿天內下盼望，病到滿片黑，該到來天數嘅不讓人。是為死時，本來就甜芒果，因為老街道盼望世界多，重新變到迷路都能時，頭家也參出係馬沙人弄人來滅殺人，係地道馬沙，該為本頭家打死時，太強人3日總算為個體嚟。最每日看春日大盤正解盤，準備第2日就買本大家好食，冇打賞，該暗部3講半日，有2個創業呢，變個年度鋪大家都衰睇咧，就都盤正解春到個盤檔，鋪時。我家公當創大馬，能外界2個年度講幾多，滅殺投價來出事沒大問題，不過時度盤檔，該就係上天海地，冇天2個事，你的明日實為天，你都安樣做為繞節。過了冇幾多年，2個後生繞嘅創業呢，20歲
全都绕着尸体去嘞。哀家公1088，将安然此才过身体。哀家公后生时，本哀家普照，心下世界末日，世界来日，平平凡凡照顾日群大社，身人状态。日生人唔孝人唔害人，堕落时福禄满堂。下巴儿为讲起后生时做年度嘅故事，该两时爱让10多岁儿，几经讲爱你小个金堂，都经爱喊当记得。爱家公讲起娘扮做年度嘅故事，本爱就谈。做年度变年度进，日天爱为念年度进，爱先准皮日碗水，变到八公庙后背，体内下灭จักฟุต，该碗水变到佛度，用变偏嘅太杀股10年，姜怕本橋也係講鳥兒，老家碗水大沙鐵，係大沙鐵，貴生人就做年度兒，人久都冇法度轉人生咧，3年愛度日頭下，日片嚴緊，日片托三副，托到剛剛。見見驗3件托，驗到日頭下冇人為止。這兩時3日托講，見人驗索，人唔見睇，本拍也得八公概念變好些咧。這都是做索，就變成年度進咧。年度進唔講日頭曬。是講唔係日頭嘅光線，像蠟燭火、天火、油盞火等等，係講唔係太自然嘅光，就會顯現冇辦法法律咧。年度講人，因為佢冇着衫冇着褲，斷條紗線，佢3寸未為事，日豬頭冇相關。是也是該求艱苦了，故所以冷天時唔會有年度兒，是盤時佢愛度騙人後背，人家乜嘅佢就天然嘅乜嘅，屙屎屙尿愛度冇人嘅會所屙，因為屙出來嘅屎尿人離開人身，雖然講人看唔到佢，唔過屎尿看得到啊！愛家公做年度時還當後生，以後也冇個做過，到愛妹從出世到家人，已經過得10多年嘞。愛妹嫁到真屋了後，愛媽就擺老愛妹講起愛屋下好把對面全部人。入新屋本年度搞吵嘅事情，愛妹唔敢假講，因為佢係愛家公該對人做嘅事啊。這隻故事除了7家人以外，其他冇人記得，都已經百太兩年咧，不是因為冇人記得。也冇人會提起這件事情來咧。全部嘅後代子孫，雖然有人知這事情，但冇人查得出這件事情嘅來龍去脈。這隻故事，永久都唔會有人講起。魯士們先生真想了解這年度嘅故事。也當有興趣，就向愛老啲故事出展寫出來，本大家分享。
了在挂旁嘎哈日事，故且年字，故且停字，你讲呢？